台大病院今仔公布一个上新的研究，指出讲 B 型、C 型肝炎的病人哦，若无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油等代谢异常，伊有淡薄仔肝包油哦，等倒是会当来抑制肝癌病毒。也毋过哦，若有代谢异常，得到肝癌的几率甲死亡的风险哦会增加。肝病会当讲是台湾的国病，若是有慢性 B 型和 C 型肝炎的患者，后续肝硬化、肝癌的风险也会增加。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 ，B 型和 C 型肝炎的患者，若是有肝包油，而且代谢异常，亲像有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油、体重过重的状况，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。全世界现在有发现一件事情 ，B 型肝已经变少。但是这个代谢症候群引起的肝癌的发生率在上升。医生表示 ，C 型肝炎若是严重，会造成肝硬化、肝衰竭。虽然目前 C 型肝炎大约2到3个月就会使治疗成功，不过若是患者代谢出问题，影响到肝，有可能有肝癌的风险。一般大家认为肝包油是健康的警讯，但是研究却意外发现，有肝包油的 B 型肝炎患者，死亡风险颠倒会降5成左右。像我们的研究其实有发现，脂肪肝会加速 B 肝病毒的清除，在我们台大医院的病人上面，所以这有可能是进一步导致为什么他肝癌、肝硬化风险会下降，甚至最后死亡或风险会下降的原因。那更多的机转值得更深入的探讨，因为这有可能可以找到可以去治疗 B 型肝炎病毒的一些相关的机转和治疗方式。医生表示，虽然这可能代表一般的肝包油对轻度 B 型肝炎的病毒有帮助，不过实际伫医疗现场，这款人是少数，所以医生也强调有9成的 B 型肝炎患者代谢拢有异常的状况，确实特别注意家己代谢的状况，定期追踪。若是发现血压、血糖、血油、体重过重，就要改变食食习惯，加运动，也要配合医师的治疗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